这是饭店没错。我回到2015了，我回来了，我得回家，我得回家呀！杨岩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哎，这是哪儿啊？九王约你见面的地方啊。姐姐，你不会吃错药了吧？原本杨岩告诉我你是不会来的，怎么突然改变心意了？我是想不来呢，你问他呀。给我不来的选项了吗？我给的选择明明是1，你自己来；2，我背你来。你既然否定了1，我就默认选择2喽。太子殿下，娘娘她……你不必惊慌，我在这里等他就好。